有，我係杜森。今日2025年12月30日，聽日就31日，我就迎接新的一年2026年，新的開始。我喺我哋老家肇慶七星岩個湖邊，喺園林景上打緊幾下蔡李佛，先同大家見禮，一拳一拳啱十錘。第二、第三，加華收標穿，跟住個偷心，陽春拋錘偷馬，個連環拋錘上，跟住撐掌，個單欄，一個碌橋下掌，公串爆，一個小跳，撐掌，穿參扭參陽參。打後掌、定掌、虎爪、舉、撐，左右有拳，一拳好。